确实是阮兜的梦着。王妃娘娘，我终于也找到我失散21年的囝咯！苍天庇佑，阮一家会当团圆。已经找到你的二姑了。爹，你再见之日，应该安心。王妃娘娘，要我的囝呢？夫人，明日是我的囝，伊是皇上交予阮母养，伊是阮皇家的人，明日绝对袂用离开皇家的。娘娘你，我是为着明日的前途设想啊！皇上疼爱明日，当年皇上因为王爷无重视，将伊交予我袂用失去我的囝。敢讲你忍心叫我失去我的囝？本来你就已经失去一个囝，不过我即马已经找到伊啊！亮亮的囝，我无，所以你袂用将明日带走的。王妃娘娘，囝是我生的，伊毋是叫做李建明，伊是叫做姚明杰，是我的囝。啊，毋过，伊是我饲大汉的啊！你即间啊，会用有一个囝尔？我有2个囝，因拢是我亲生的。你若是爱2个囝，就袂用带走明日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大囝叫做姚明虎，伊是当年手劫国宝、杀死周国平、被判斩首的死犯。你若是找到姚明杰，就会失去姚明虎。所以，我讲你即马只有一个囝。明日是我的，梅准生才是你的。我的囝永远叫做李建明，你的囝永远叫做梅准生。姚明甲伊的老爸同款，死了。姚明杰也伫21年前被大水淹死。即摆存在的只有梅准生甲李建明2个人。因2个人既然无共事，当然是袂有瓜葛啦。你有明白无？我的话，你爱记。伫咧天明以前，一定要离开这个京城。这个中安城，甲恁母囝3个人，永远都无缘。从今以后，已经无人会当看到恁母囝的出现。最好。更加无人知影恁母囝的去处，这是本王妃的希望。但愿夫人，你会当为着明日的前途设想，才不负本王妃所望。心明白。
咱就会感激你。阿丽啊，阿丽啊，不免跟如果相亲。我不用，你渐渐答应我，而且互相当定了数分，这边哪会改变的呢？便是天下间的美丽遐尼真多，上车你阁是一个小王爷的地位，敢讲你今日错也袂着天下间绝世的美丽神。我一定要娶别如愿。袂晓你，你甲平如愿袂用你身份。我这是为什么呢？明丽，白如愿并不是白总兵的查某囝，你是皇家的人，绝对袂用娶百世为妻。不好，我唔答应。如果虽然平民相害你的一片，真啊情啊，一路输情改平定，皇家的规矩太不公啊平啊，皇家的规矩。是祖先定起令为国，你如情。破坏宗规啊，你抗父命，自处绝对万不能。害你不是我要亲生，原是平民的囝儿啊，娶有何不可以？你这业主，有好求你相啊转啊，不然好啊你啊！莫搁讲啊！我绝对唔答应。我平是，我看你也是顺从你的母后。既是皇家平民，但连因我宁愿写我做平啊民。平是你，但是漂移也无要紧，我要甲伊如我结相亲。如果，如果，小爷，如果，如果，小爷，因人呢？人都已经走啊，因昨敢是要伫遮呢？也未天光就走啊。走，为什么要走？为什么你要走呢？林小爷，是昨暝吼，是，是安怎？讲啊！是安尼啦。昨暝恁母后王妃娘娘有来遮吼，甲迄个王夫人咧讲话啦。我的母哟，伊是甲伊讲什么？讲什么小的嘛，唔知影。要毋过王妃娘娘吼，有派一个护卫去顾咧门的遐，连一个人嘛讲袂使互入去呢。哇！你赶走如愿，是
位倒位，你是要去倒位找伊啊？不管天边海角，我无故意找，我就要找伊转来。你袂会走的，你袂用的，你啊，你袂会离开我。就算你会当找到母女啊，你嘛袂会甲伊成婚。为什么？王妃，事到如今，我看你也是甲伊讲，是将伊一切讲互伊知影，唔免互伊伫咧怨叹你这个老母心肝这个凶。我走路外，敢讲有温情心？当然有，这个秘密，我本想要甲伊稳藏在我，甲你母后的心内，一世人都无想着要甲伊讲出。杨过，看到今仔日，我是袂用你阁甲你隐瞒咯。好，到底是什么秘密？你甲我讲。好，到底是什么秘密？我求你，你甲我讲。我。因为这个，这个小和尚，就是你认亲生爸母的丈夫。那呢，你身躯敢有像这种小和尚？小和尚，无是安怎？小和尚是阮兄妹以后要烧恁的证物。可是，你身躯若有这个小和尚，你就是我失散的二哥啊！这要哪有可能呢？我以前毋是甲你讲过，我从来都毋捌看到这个小和尚啊。平时，你即嘛毋就知影讲袂晓你甲平珠月成婚的原因咯？不可能！平子，我绝对毋是甲别人玩兄妹。我知，这都是你在骗我，是你骗我的。平子，我要安怎好笑？平子，丽，平子，当年，伫毋在江边发现你的时阵，时阵的小和尚就已经挂在你的身上，本以为你的身世永远就是一个谜，想袂到。如今也是角川咯。红兄甲红嫂，伊是费尽一片的苦心，想要来圆满这件代志。结果也是瞒不住啊！若毋是为了定，后遐伊要来身体缺陷，你终生不能生育。你的父王甲母后，伊今仔日才会来圆满着你的身世啊！
你着要体谅红兄红嫂，伊完全是出自爱的，听你，唔讲你来离开，所以在万不得已之下，才会出此下策。你着要体谅因两个老大人，对你一片爱子之心啊！阿娘，你是洪家大汉的，你是洪家的人，你爱为洪家团总接待。你千万唔通让你的父王甲母后伤心啊！有你在，洪兄的身边，针对洪兄的愧疚，也自然会当来减轻。假使你若是离开，你就是到风鬼创个海之时，也永远无法度弥补对洪兄的愧疚啊！红兄，明儿啊，你千万唔通沉痛心啊！冰儿，我，哇！小王爷，20年了，今仔日是王府的忌日，为着王妃的愿望，20年来，我拢毋捌转来到这个繁荣城，想讲经过20年，所以今仔日才会转来坐墓。每年今仔日，我拢来这个墓前，终也20年后的今仔日，记着我所盼望20年所要记的啦。
啥？敢袂赴？第10年来，一直拢真稳。恭喜，多谢小王爷。我奉皇上的旨意，甲公主成婚。我希望每年今仔日，咱大家拢会当踮遮见面。你啊，竟来甲恁阿爹烧香。